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缅甸大地震到当时第6公路，这累积的死亡人数超过2700人，也有真侪人是下落不明。外界预测讲，这死亡人数恐惊会搁再增悬。驻守伫咧当地联合国人员也指出讲，这食的物件、医疗药啊、清气会当啉的水、避难设施等等，各项是拢正欠。受灾上严重的曼德勒周边倒去的厝，也阁有救援队无用的情形，世界拢看到。也若个病院内底各种伤者病人，更加已经无够所在是开甲满。The needs are massive and they're rising by the hour. The window for life-saving response is closing, and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families are facing acute shortages of clean water, food, and medical supplies. And yet the crisis is still unfolding. While we were there were multiple tremors that were continuing, and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were ongoing. 地震除了予上清上万的民众无敢可归，敢若因住伫街路上，也原本就已经不足的水电供应是更加无够。联合国人员指出，欠缺清气水源除了影响民众饮用水，也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亲像落土症，才会少水源污染而摊开的疾病，也有天高热、肝炎、马拉利亚。拢会因为欠缺清气水源甲医疗设施而继续一直拖。各国除了派遣救援队协助继续找生还者，也有医疗团队已经出发到当地。像日本国际协会机构 JICA 也调集医师甲护理师总共32人到灾区来协助抢救伤者，也有一个感染病的防治。我々も普通発災してすぐにですね、行ける体制を整えますけれども、非常にミャンマーはなかなか難しい国でもあります。入国の許可とか、あと査証が取れる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もいろいろあって、我々の出発も31日ということ、30日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受灾除了缅甸，邻近的泰国也报道幸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8地震迄天，邦谷2栋90层楼高的大楼又较真严重，联络空桥也断水2节。如果当地韩国侨民款永顺当时正伫52楼的健身房运动，地震一来随拍算离开，要去找人伫咧隔壁大楼的家后，还佫走囝。空桥登记的迄时间已惊险跳过，随后甲家后走囝团圆，也真侪地震灾情内底少数互人安慰的消息。讲是新闻，市家林编译。